咱各位在座所有的台语文的朋友、媒体朋友，咱王老师、陈老师，搁咱树党的候选人，潘子搁咱在遮所有朋友呢，大家老早，大家好平安出头天。真感谢大家来参加咱即届即个新册发表会咱即届呢，即本新册叫做《嘴讲台语，手写台文》咱即本册呢，主要当然就是针对咱台语文伊个发展的现况，以及咱台语文到底是要怎写咱有为粗浅到较深入拢有为上基本的即个罗马字到底是要怎写，为遮开始教起，过来呢，到搁较进阶较深入的有关着咱的即个台语文学、台湾文学伊即个发展的历史。搁一寡伊个过程呢，做一寡即个评论的小解